新化果菜市场是咱台湾非常具有历史，而且有指标性的市场集散地。但因为具有的市场腹地较小，而且佫邻近学校、大体区，使得市场发展性受到阻碍。因此，台南市政府决定办理迁移。自103年开始推动市场迁移计划，历经多年的规划设计甲施工，终于在今年12月正式启用。筹划已久在我在4年前动工的新化果菜市场，现在终于顺利完工，而且经过试营运之后，各界反应良好，不仅是摊商，他们认为说他们的收入至少增加了好几成以上。那消费者也认为说能够来到一个比较干净又明亮的，而且又货色很齐全，而且又是景色还蛮不错的一个新的果菜市场来购物那基本上他们都消费者跟供应者他们的满意度都非常高。那同时这个果菜市场也被叫做最美的果菜市场。但是我们希望说，这个果菜市场既然已经盛大风光的开幕了，那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变成另外一个很好适合民众来的一个景点，既是果菜市场，也是休闲景点。那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台南市最美丽的新化果菜市场。农业局表示，新化果菜市场内空间调高，市民通风，交易场宽敞明亮，反转以往传统果菜市场让客人乌乌暗暗印象。除此以外，市场亮点之一就是波浪形的绿化厝尾顶，除了具有散热效果，而且更兼具美观功能。所以市场在今年9月份4月份开始，就荣获全国上水果菜市场美称，跃升成为南台湾热门观光型景点。台南新闻赵硕维采访报道。